世界卫生大会2月伫咧瑞士的日内瓦开幕啊。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伫咧致辞的时阵讲，过去3年新冠疫情对咱世界是造成真大改变。WHO 会员国当伫咧协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，要加做全球卫生安全的范例。那中国代表团是召开记者会，强调讲国际上拢支持卖互台湾参与 WHO。不过，这种讲法是真紧对方突破。世界各国代表伫咧瑞士日内瓦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第76届 WHO 2月开幕，这是解除新冠疫情全球公卫紧急状态了第一场大会。这届主题是挽救性命加驱动全民健康。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致辞时阵讲，过去3年新冠疫情对全世界造成彻底的改变，病毒还阁伫咧夺走性命，也是要注意。Accord that member states are now negotiating must be a historic agreement to make a paradigm shift in global health security, recognizing that our fates are interwoven. This is the moment for us to write a new chapter in global health history together. 在开议进前，中国代表团开记者会，强调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，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，也呛声涉及台湾的提案违反国际原则，继续查国际防疫体系破口的问题，这个被测绘互人看破卡手。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加强交流合作，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。今年除了咱国友邦以外，也有美国、英国、欧盟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国家拢发声明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。因为国际卡球总会主席英凡提诺在发言时阵讲 ，FIFA 加 WHO 有真侪共同点，成员也拢比联合国较侪，就知影健康嘅重要。When a person is healthy, person can have and has many wishes. For example, to win the men's or the women's World Cup. But when a person is not in good health, this person has only one wish: to be healthy. 参加的国家拢讲，世界各国拢伫咧设法对疫情做适当的回应，这提醒大家就要量早准备，唔通到时才讲。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。